歡迎收聽阿樂說書。今日我哋要介紹一本近年非常受關注嘅書《比特幣標準》The Bitcoin Standard。如果你對比特幣有興趣，但一直唔明白點解咁多人追捧，甚至懷疑嘅係咪一場泡沫，咁你就要聽落去，因為呢本書會令你對比特幣有一個全新嘅理解。點解要讀比特幣標準呢？呢本書由塞費迪安阿莫斯 Saifedean Ammous 喺2018年出版，當時正值比特幣經歷過2017年爆紅同暴跌，市場對比特幣嘅價值充滿疑問。隨住時間過去，呢本書成為咗探討比特幣經濟學最權威嘅著作之一，仲被麻省理工學院嘅金融科技課程推薦為必讀書籍。佢並唔係一本教你炒幣嘅書，而係用經濟學角度解釋比特幣點解唔只係一種投資，而係人類歷史上最重要嘅貨幣發明之一。作者係邊個？佢講嘅可信咩？塞費迪安阿莫斯係一位黎巴嫩裔經濟學家，曾經係大學教授，研究範疇包括貨幣歷史、經濟學、通脹問題。佢寫呢本書嘅目的就係希望用學術角度拆解比特幣，唔係單純吹捧，而係放喺貨幣歷史入邊比較。書中討論嘅從原始貨幣、黃金本位、法定貨幣，一直講到比特幣嘅出現。點解佢有機會成為未來嘅數碼黃金？現時比特幣狀況，啲人對比特幣嘅困惑，如果你上網嘅新聞，你會發現對比特幣嘅評論兩極化。有人話佢係未來貨幣，可以取代法定貨幣，亦都有人話佢係泡沫，政府最終會禁止。其實好多人對比特幣有興趣，但係未能夠完全理解，通常有幾個疑問：比特幣到底係咪真錢？點解有人覺得佢同黃金一樣？比特幣有啲實際用途，係咪只係炒賣？政府會唔會取締比特幣？如果冇政府支持，佢點生存？比特幣唔係好唔環保咩？咁樣點會係未來貨幣？好多人聽過比特幣，可能自己都有買過，但一直覺得好難完全理解佢嘅價值。中本聰同埋佢所創造嘅比特幣。首先，中本聰 Satoshi Nakamoto 係一位身份神秘嘅創造者，至今冇人確切知道佢究竟係邊個，甚至係一個人定係一個團隊。佢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際，發表咗一篇名為《比特幣：一種點對點電子現金系統》嘅白皮書，正式提出咗比特幣呢一個革命性嘅概念。比特幣喺2009年正式上線，開啟咗一個全新嘅數位貨幣時代。咁比特幣究竟係乜嘢？簡單嚟講，比特幣係一種去中心化嘅數位貨幣，佢冇任何國家、政府或者銀行掌控。比特幣透過區塊鏈呢項技術實現咗點對點交易，唔需要透過第三方機構達成真正意義上嘅自由與去中心化交易。比特幣嘅核心理念係喺冇中心權威嘅情況下，透過密碼學、數學演算法同大量計算能力嚟保證交易嘅安全性同埋有效性。呢個亦都比特幣具備咗數量有限、總量只有2100萬枚、無法被任意增加或偽造，並且全球流通等特點。好多人因此稱之為數位黃金。隨住比特幣日漸普及，佢不僅成為投資同埋避險工具，亦都啟發咗整個區塊鏈產業嘅蓬勃發展，改變咗我哋對金錢、金融系統同埋信任機制嘅想象。雖然中本聰喺2011年左右就逐漸淡出視線，但係佢所創造嘅比特幣至今仍然持續影響住全球嘅金融生態，讓我哋重新思考貨幣嘅本質與未來嘅可能性。比特幣標準可以點樣幫你？呢本書嘅最大特色就係用深入淺出嘅方式，令普通人都可以明白比特幣背後嘅概念。書中會帶你了解金錢嘅本質，從貝殼貨幣、黃金到今日嘅法定貨幣，貨幣點樣演變，政府點樣操控貨幣，
法定貨幣點解會貶值，比特幣點樣解決通脹問題，點解佢哋固定供應量2100萬枚係咁重要，比特幣既唔受政府控制，點解仲有人信？如果你覺得比特幣太複雜，呢本書會用一個好清晰、有邏輯嘅方式，令你對比特幣有一個更深嘅理解。總結，點解你要讀比特幣標準？如果你對比特幣有興趣，但覺得冇太難明，呢本書會幫你拆解佢嘅真正價值。如果你想知道點解比特幣唔只係投資工具，而係一場金融革命，呢本書絕對值得一讀。如果你懷疑比特幣係咪真有價值，呢本書會用歷史數據同經濟理論話俾你知答案。大家如果覺得呢本書好吸引，快啲去書店買嚟睇下啦。又或者繼續收聽我哋個 channel 全書分享嘅都好精彩。多謝收聽阿樂說書，下次見。